区公所人员除了爱执行区里业务以外，自4月26号起协助居家照护柜台专线工作，服务总计275件。经为5月10号起执行确诊者电话关怀1422件，还有协助关怀包领取851件。近期的工作量是大大增加。为了慰问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劳，东区里长联谊会特别捐赠一批高级健康料理锅，希望会当表达对着公所人员的感谢。我们台市疫情那个 COVID-19 的日益越严重，那我们东区的确诊人员也蛮多的。那我们今天我们东区里长联谊会借着这个仪式来赠送这个锅子，就是要为防疫人员来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来打气。好，我们为了东区来防疫，替那个人员打气。好，这是我们的口号。那让我们的防疫人员，让我们的防疫人员可以在防疫之时，也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替自己身体进补一下。好，让我们的市政跟里政、区政可以一起连贯性来一起对抗病毒。因为捐赠仪式是在下晡3点举行，拄好也是当时防疫记者会直播时间。市长委替满道亲自来到现场，感谢东区里长联谊会慷慨付出，所以特别委请民政局长蒋玲煌以及副局长吴明熙来到现场，向东区所有里长表达感谢。防疫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卫生局在主政，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工作都落在区公所，尤其里长跟里干事的身上，还有区公所的同仁。所以大家非常的辛苦，也非常感谢那个周里长以及我们东区的里长共同来协助，来感谢我们在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同仁。防疫这个阶段大家都鼓励在家用餐，那因为我们第一线的同仁非常的辛苦所以希望用这个锅具来慰勉同仁。那也希望我们同仁在家里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才能够为我们的东区的区民大家一起来奋斗。那我想这次这样子抛砖引玉那给我们公所同仁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啦那我想我们工作会更努力，会更加倍，让我们的防疫做得更好。疫情严峻，东区区长颜灵通也邀请市民朋友挂好喙安，并接受疫苗接种，做好保护工作，配合市府防疫政策，做伙来防御病毒，才会当守护全民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